為着要來協助這自閉症等等這心智有障礙的族群，台北市議員甲民間團體是來開公聽會，討論要來引入穩性需求標誌的制度。有民間團體是建議講，應該先為這特定的場合來試辦，看社會大眾接受的程度。破壞組已經加入歷史改造優先式，都是為着要擴大服務的對象。不過，甚至有各樣自閉症等等外表看不出來的族群，要安怎互人辨識，得到幫助呢？有台北市議員甲民團拜一開公聽會，討論引進溫馨需求標誌甲設置，希望能減少民眾對溫馨需求族群的誤解甲衝突，理解因的需求。伊可能會叫，也是講我行行敢若無代誌，但是我突然間我就講足大聲啊啥，外口的人無了解，那我們希望講有這個標示啊，還是啥物會用，互大家人更較了解，更較包容，講阮的囡仔是特殊的囡仔。有民團講，像高雄甲日本都會咧推動，互有需求的身心障礙者掛標誌，也是求助牌啊。佇公共場所，也是坐大眾運輸的時，透過標誌，互民眾知影因的需求。不過民團嘛講，標誌都愛互有需求的人主觀使用，設計嘛就避免標籤化。建議先為交通、學校等等特定的場合試辦。我是覺得，有的好像日本的那個牌子，那個後面可以寫一些字，我覺得蠻適合，因為它可以寫說他需要得到什麼樣的幫助。總體的一個樣本來讓我們知道說，這個東西下去實際實施之後，對於這個標誌的好壞，或者是說我在實際上面的使用，在捷運是最多的，捷運或醫療體系或者是圖書館，我在使用上面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？民團甲議員攏呼籲，台北市政府都要重視有穩性需求的族群，推動配套制度，促進民眾互相理解甲包容，互社會愈優先。記者郭正陽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